剛剛過去嘅星期日下午3點左右，洛杉磯市中心發生一起小型貨車衝撞人群事件。據洛杉磯消防局消息，事故共造成9人受傷，其中包括2名兒童同1名青少年，年齡分別為8歲、11歲同17歲，其餘傷者則均為成年人。受傷嘅4名成年人被送往附近醫院接受治療，另外2名成年人拒絕接受治療。目前無人員死亡，且傷者喺被送往醫院時均無生命危險。事故發生後，涉事貨車停喺倒塌嘅雨棚下，之後倒車離開事故區，被運出現場。洛杉磯警察局表示，初步調查顯示事故並非故意或犯罪行為，司機係為咗避開一輛停住嘅車而急轉彎，撞住咗餐廳旁嘅護欄。警方仲確認，事故中未涉及酒精或毒品。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道。